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拖真久的考试院人事案，今仔日第二法院会投票，这正副院长变提名人周鸿健、柯书祥分别以59、112张同意票来过半，顺利通过到立法院的审查。那7位这考试委员的部分呢，只有被提名人郭丽玲伫南平两党无同意之下无来通过。那投票的时阵呢，这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甲这票倒唔到，最后因的党是国技界法务班，对12月1一开始暂停出席党团会议2个月。立法院第17进行第14届考试院正副院长甲7个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人事同意权投票。民众党团表明对郭丽玲甲余万哪位有意见，国民党团经过党团大会决定无要支持郭丽玲甲院长被提名人周鸿健。民进党团是全部拢支持。柯丽玲被提名人，在我们委员对他询答的过程当中，充分展现了相关业务的陌生、酬庸的色彩过于浓厚。民众党他们的想法跟看法，当然我们有初步做一个了解，但是我们会坚持本党对于每一位考委他的一个专业也好他的一个操守也好，各方面呢，我们都会做出考量。我们认为适格适任、专业性都兼具的考试委员，应当祝福他们能够顺利的获得通过。伫投票时阵，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意外走来向院长韩国瑜讨求要更正。伊讲伊踮咧郭丽玲的票顶头，同时阵等无同意甲同意，最后变废票。嘛有党团罚5万，佮暂停出席党团会议2个月。最后检察官出身的郭丽玲和南北方实无过关，正副院长甲其他6个考委拢顺利过关。柯丽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考试院第14届考试委员。赖总统期盼考试院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常态运作，将会安排第14届考试院在12月20号赴任，以确保全国考生以及公务人员的权益。总统府伫第一时间感谢立法院完成人事同意权审查，互经过3个月嘅看守期的考试院会当恢复常态运作。因为无得到同意的课，未来敢会阁补提名？嘛要看考试院未来实务运作的状况，敢有需要，再阁评估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北检侦办民众党政治献金案，今仔是头一届约谈民众党副秘书长柯虎，还有立法院党团办公室主任陈志涵、发言人吴怡轩、台北市议员黄静莹等人作证。问话了后呢，是拢甲因请回。党内金流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厘清他们不懂的问题。简单讲一句，就无过加做回应。民众党的副秘书长柯虎出现伫台北地检署，互以证人的身份约谈。伊的看守对伫后壁，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办公室主任陈志涵也互检方传唤。往后退，谢谢，谢谢。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发现他们搞不清楚，所以来帮他们厘清。面对媒体问题，陈志涵直接点破互约谈的目的，就是北检侦办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政治献金案，再找互团员来作证的，还有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黄静莹，甲党的发言人吴怡轩。我有跟检察官说，希望我的侦讯内容不要出现在下一期的《镜周刊》的报道里面。拿党内成员专案的2位被告，木科公司的员工何爱婷甲李婉轩，即届又互以证人的身份约谈。北检继续调查被赢的各项金流，敢有可疑的所在，厘清相关的决策甲动用支出的过程。经过北检复审了后，互团员作证的6个人复审了后拢请回。如今羁押期限将至，在侦查的尾声之际，对本党的发言体系还有党公职人员大规模的约谈，其动机令人费解。约谈了本党发言体系，想制造寒蝉效应，让人晋升吗？民众党发声明回应讲，相关党公职会尽公平的义务配合约谈。不过，又过这支检方挑工伫侦查的尾仔，对党公职大规模约谈的动机，只是北检同时间侦查这桩政治献金案、甲金华城案，一开始互羁押的台北市议员用晓比后礼拜特别延押期满，敢要并案侦结，相关的被告敢要起诉，这拢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营建署去年逼出官商勾结的弊案，在进前的道路工程组组长张志明认内，涉嫌收这前瞻建设厂商的乌生钱7500多万。啊，若讲到这本地科长詹家兴呢，是涉嫌接受这厂商的性交态，两个人维持争执重大。监察院今日公告，以13票全票通过单决，专案移送厅改法院审理。组长有收贿吗？还是有接受招待吗？去年互检方带回约谈说明了后，互人羁押禁见。伊是原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另外一个用伞甲家己包起来是科长詹家兴，两个人涉嫌阿户厂商得标亲戚竞标案，互人起诉。即马监察院嘛通过单核。监察院12月7日通过单核案文指出，张志明涉嫌收厂商的乌西加无正当利益7500万，佮有泄露秘密甲婚外情。詹家兴共款接受厂商有查某人陪酒的餐会加性服务招待，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加采购事务公平，以及公务人员的名声情况严重。所以13位监察委员宣布通过单核，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张姓被告身为营建署组长，长期收受厂商贿赂，贪生毒色，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及采购事务之公平性。饭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决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宣告褫夺公权。检方已经对张志明求刑25年，因为专案污洗范围包括推动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等3大项营建署负责的前瞻计划案，预算总额度超过409亿。张志明透过哪位李天才办公室执行长张天良做被手套，收厂商的现金加招待，包括替饲查某买车，互人讲是最近上贪心的公务人员。对于单核案，已经为营建署改制的国土管理署表示，暂时无法度对外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前日昨晚，真侪场演唱会拢传出有人伫咧卖黄牛票，台北市刑事大队就10月呢，就掠到一对卖黄牛票的翁仔某。今仔日刑事局就表示，因搁再掠到幕后，帮助抢票的工程师有14个人，因是利用这非法的形式去抢票，初步统计是有买到1000多张，而且赚的钱呢是超过100万。圣诞嫌犯偷咧一句话拢无要讲。北市刑大10月掠到一对细楼细张的夫妻咧卖黄牛票，刑事局会同北市刑大，即阵掠到幕后，帮助这对翁仔某抢票，圣诞的工程师等等14个人，因利用抢票的定式，拢总买到1114张票，初步计算集团有100万的利益。于12月10日至11日，同步在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宜兰等地展开搜索，逮捕了14名涉案的嫌犯。而这些工程师呢，他们声称他们的票呢，一张是大概500到2000元的左右，是卖给刘姓犯嫌，刘姓犯嫌再去直接卖给这些跟他收购的这些民众。那他卖的钱呢，就会是一张是到演唱会的票价到2倍到10倍以上。刑事局讲，圣诞维修的集团抢到票，价格500到2000，卖予黄牛夫妻。黄牛夫妻搁再贴款介绍2倍到10倍，卖予国内外的歌迷。估计这对翁仔某一场演唱会就通赚200万。为着打击黄牛，文化部成立打黄牛办公室，但是在立法院告本委员会新文化部预算的时，执行成效无好，被冻结甚至是减预算。打黄牛办公室，到底黄牛是打到什么状况？我们看到黄牛还是越来越多啦，并没有发挥成效，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因为既然没有发挥成效的话，我是减列1000万。最有效的方式，很多委员都提及，就是还是实名制。自去年8月我们有票券实名制补助作业要点发布之后，到现在已经有78场的演唱会实施。那我想请文化部也再进一步说明，未来怎么样扩大。有立委指出，票券实名制是通解决黄牛票的办法，希望文化部进一步鼓励表演单位实施实名制。文化部讲，无法度强制要求实名制，因当咧透过补助鼓励实名制，有意愿施行的业者有咧增加，因也参警政单位卖票网站直接过滤有异常行为的口罩。记者阮约凯台北报道。
台中太平有一间国小，就家长指控讲，这学校的棒球队教练性侵害学生，上细汉的受害者只有2年尔。这款代志今年10月才爆出来，家长也质疑讲，这个教练伫2011年的时阵就强制猥亵罪前科，2019年佫再去到学校做教练，也若聘请这部分学校受过失的，目前这被害人数已经增加到31个人了。受害者的家长讲到，家己囡仔入去国小的棒球队，说互教练性侵，看囡仔身心受伤害，家长也真艰苦。我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环境，但是学校的单位却不能保护我的孩子。家长指控讲，台中太平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当期对囡仔性侵，甚至甲因翕影片，造成囡仔身心受创伤。受害者上细汉只有2年尔。这件代志一直到今年10月，有学生甲家长反映才爆出来。也即期这名教练伫2011年就已经有强制猥亵罪前科，2019年率来国小做教练，这期学校有过失。但为什么学校会聘请一个有前科的人来当教练？他10月份才发生，一发生马上就停聘，马上就减掉就进来，所以发生的同时，学校就第一时间就做处理。家长表示，这名教练伫学校教5年，今年佫再要求球队的学生爱住宿舍，这受害者可能会佫较济。也因为前任校长伫今年8月已经调职，新来校长就表示，事件伫今年的10月底爆出来了后，有继续伫咧做性平调查。这名教练也伫11月互改聘，目前已经互收押了。小孩子也很服从这位教练，虚于权威，不敢说出来。好，所以这之前的时间是没有孩子有反映到这一块。那个系统目前那时候并没有注记这位教练是不适任的名单在这上面。那到了110年的时候，这个系统汇入了法务部的相关的系统。市政府表示，除了检警介入侦办，也要求学校扩大调查，确认敢也有学生受害，也启动相关的身心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泰国移工，去年7月伫咧苗栗德南骑脚踏车，结互3台车弄死，这3个驾驶落尾是免起诉，而且这桩案件呢，这泰国办事处拢无接到通报，被害者的家属也找无人来到3天，落尾是去甲立委陈情。劳动部表示讲会来检讨，也若检调也开始侦办了。记者会，我看到我们检察体系的乱象，对于移工的人权生命不重视。民众党立委林国成接到陈情，伊召开记者会，担当控诉，讲有一个泰国籍的移工地空，去年7月1天的暗时啊，伫苗栗德南骑自转车，无细字去3台车弄到教死。驶头1台车的驾驶经过检测是食酒驶车，第3台车是无照驾驶。不过苗栗地检署同一年11月，甲3个驾驶拢以不起诉来终结。甚至检察官伫验尸证明内底的死亡原因是写食酒了后车祸，互受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涉及了过失致死、酒驾、肇逃，但是没有一个人需要受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诉？对于整个外国移工、外国人来这边工作的一个保障，显然是非常的不足。检察官能不能尽快理清这个酒后车祸到底所指的是被害人还是其他人？过程当中，驻守伫台湾的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完全无接到相关机关来通报，嘛互伫泰国的家属是进无步退无路，唔知要找谁斗3天。立委批评这个听书有问题，变作是制度性假案。ขอให้หน่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ของไต้หวันแจ้ง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ไทยนะคะหรื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สำนักงานแรงงานนะคะเมื่อเกิดเหตุร้ายแรงกับ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ช่นการได้รับบาดเจ็บสาหัสนะคะเพื่อให้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หรือกระทรวงแรงงานไทยเนี่ย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ไปช่วยเหลือด้านกฎหมายให้แก่ผู้เสียหาย显然在这个制度上并没有被落实，我想这个部分是有改进的地方。死者骑乘脚踏车，那在夜间行经号志管制路口，未开启灯光，且也没有按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闯红灯，那是肇事的原因。毒物分析的结果呢，是体内有酒精的反应，那鉴定认为已经达到酒醉的程度。劳动部表示，会检讨下单位沟通的机制，强化移工有问题通报的听书。
因若针对这个案件侦办当中，敢有涉及疏失，高检署已经要求苗栗搁再分案来查明，加上嘛另外提出告诉，希望真相会当早日水落石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既然这有影真正含一个细粒的查甫人呢，昨透早呢，就亲像是啉酒醉共款，伫路边乌白载人的奥多摆，落尾搁再赛车，伫咧宜兰市民宽路含泰山路的路口，去撞到停伫路边的7台奥多摆含1台轿车。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伊的酒测值已经超过标准咯，而且疑似累犯，已经甲依照着公共危险罪嫌上办啦。监视器翕到姓李的男性，甲顶下卡的机车直接用手救护倒，搁到边仔放药。受害民众发现了后，应该甲监视器搭伫网路，感觉莫名其妙。我们才想说去调一下监视器，看为什么摩托车会倾倒这样子。是，对，然后所以才发现是那个有人蓄意破坏这样子。对啊，就有点莫名其妙。受害民众的厝边也发现这个涉案的男性随赛车落跑，没偌久，警方就接到报案，宜兰市民权甲泰山路口，一只汽车弄到路边7只机车甲1只轿车，驾驶是受到轻伤。先生你还好吗？你脚受伤吗？警方到场调查，发现肇事的25岁姓林男性是食酒赛车，转以公共危险等罪嫌上班。警方获报到场后，对驾驶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检测，驾驶人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经过了解，姓林男性酒测有0.69，而且毋是第一届食酒赛车。根据监理站的统计，宜兰县目前公告的直食酒赛车的人，名声已经有709个，数字继续增加。那如果是3次以上者，就会按前次违反的相关法则再加罚新台币9万元。那当场都会做保管车辆，把车辆移至走，吊销他的驾照。宜兰监理站表示，统计宜兰地区一直犯食酒赛车的人，今年1月到11月有379个人，比去年同期是465个人，是减86个人，比例大约是18.5%。呼吁民众若10年以来第2届食酒赛车，依法地公布违规人的名声、相片甲违法事实，千万唔通食酒赛车。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伫咧美国，搁再传出着校园的枪案，一个15岁查甫学生伫咧 Wisconsin 一间教会学校开枪，弹死一个同学含一个老师，而且有6个人受伤。这个开枪的查甫学生最后是自尽，目前警方也正在调查伊的犯罪动机。威斯康星州府麦迪逊一间私立教会学校，当地时间16早起11点传出枪声，一个小学2年学生囡仔随报案，警方驾救护车赶到现场支援。They arrived to find multiple people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3 people, including the shooter, are dead. The shooter has now been identified as 15-year-old Natalie Rupnow,who went by the name Samantha.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件枪击案的凶手是这间学校一个15岁的女学生。伊拍死一个学生甲一个老师了后，用枪自杀。另外，还有6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有性命危险。警方伫现场找到一支底枪。若嫌犯的亲人当地配合调查。这间教会学校为幼儿园到高中差不多有400学生囡仔，因为后礼拜耶诞假期就要开始放假，这个时阵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引起家长的惊吓，赶紧来学校甲囡仔接返厝。不过校园枪击案一再发生，也让家长真生气佮艰苦。This is sad. We always heard on the news all over the place, but we didn't think one day that can happen to us here at ALCS. This is so tragic and heartbreaking. 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322件校园枪击案，这是为1966年以来校园枪击案数量第2多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犯下校园枪击的女性学生囡仔真罕见，差不多是3%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女性做的。目前警方当地深入追查这个女学生作案的目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选案当选了后，当地时间16日佛州召开记者会，现场呢含这2体银行执行长孙正义做回宣布美金1000亿的投资计划以外，也强调要甲外国商品扣档税，用来振兴美国经济。外交方面呢，川也批评拜登政府温存这乌克兰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去攻击罗西亚本土，会害未来谈判变愈困难。
徛伫管理一路头的川普边仔，软体银行集团执行长孙正义清楚表示，恭贺川普搁再选赢，互伊决定增加投资美国。I'm now excited to commit this $100 billion and 100,000 job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软体银行即届投资的主要项目是人工智慧，也甲其他相关的新兴科技方面。投资计划包含未来4个年度，也就是川普即个任期来完成。CNBC 财经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软体银行已经投资研发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金额差不多15亿美金，这也包含伫1000亿的投资计划内底。啊，毋过现场的记者更较关心一寡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像川普为选举前就一直讲，就任了后要随促成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甚至和谈。拜登政府进前同意乌克兰用美国籍飞弹攻击罗西亚本土，啊，毋过川普对这件代志真无认同。I see that as more difficult. I don't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llowed missiles to be shot 200 miles into Russia. I think that was a bad thing. Too many people being killed. That is a war that's too many people. Got to make a deal. And Putin has to make a deal too. 另外，就是中东的政局，叙利亚互人无疑过政府这样紧倒台。川普对这件代志表示，这都爱靠中东地区的友邦。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Syria, but I think Turkey is going to hold the key to Syria. Actually. 若是美中关系，川普阁讲，所讲的公平贸易，主张用扣关税来平衡贸易逆差。媒体伫报道，川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川普表示，伊乐意接待，啊，毋过毋知影习近平可能无要参加。中国外交部嘛表示无人了解，颠倒搁再声明反对美国提高关税，甲中国拍贸易战。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含英国安德鲁王子有伫咧往来的中国生理人杨廷甫，和这情报机构认定是中共的间谍，和英国禁止入境。英国首相史凯尼昨就表示，英国是有需要和中国保持往来，亲像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呢，是爱互相合作的。英国下议院杂了伫保守党议员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就安德鲁王子牵连的中国间谍风波，甲政府官员紧急质询。安全事务大臣卡维斯讲，会尽一切力量对付外国介入或者是间谍的活动，而且对法院裁定禁止杨廷甫入境的代志，依持无改变表示欢迎。Where we en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espionage, whether this stems from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r any other state-linked actor, we will be swift in using all available tools, including prosecutions, exclusions, sanctions, and diplomacy in order to keep our country safe. 杨廷甫今年50岁，2002年去英国读册，2005年伫英国开公司，初是做旅游、办展览甲公关的工作。2020年改名号做汉普顿国际集团，提供商业顾问、战略咨询甲投资服务。情报机关军情5处认定讲，杨廷甫是伫咧中共中央统战部服务，是中国为着伫咧西方国家扩展影响力、执行经营任务的其中一个成员。杨廷甫透过律师表示，这项指控的一切拢毋是事实。对英国政府撤销居留许可的决定，伊会继续提出上诉。安德鲁王子办公室13发声明，表示安德鲁是透过官方的管道，甲杨廷甫熟悉。双方前到今并无讨论过任何敏感的事务。英国媒体公开讲，这两个人已经熟悉10年啊。安德鲁做生日、白金汉宫、温莎古堡方式的活动，杨廷甫拢有去参加，也佮代理方式处理中国投资的业务。军情5处已经就中国资金的来源在做调查。人伫挪威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史凯尼，16去媒体问到这件代志，伊讲伊当然关心中国这方面的挑战，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是爱甲中国有来去，而且伫咧适当的时阵展开合作，亲像气候变迁的议题。现在执政的工党高阶官员几啊届讲到甲中国建立务实的关系，伫咧经贸投资的领域合作，促进英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在野保守党的议员史密斯对这点是真无认同，讲当局的做法甲欧洲、甲美国是愈来愈远，而且对中国展现大量的弱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
讲到指控指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日举行，在对等尊严的考量之下，由双方的副市长来致辞开播。上海的副市长这花园，伊就宣布讲，上海会来这个推动上海居民到台湾的团体旅游，一定会包括到这台北市。那市长蒋万安在致辞的时阵，也向两派人道人发声，讲着爱加一寡对话，减少对立。欢迎两位副市长以及各位长官。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日江华酒店举行，这届论坛主题是智慧治理影响未来。在考虑对等甲尊严，主论坛由双方副市长致辞正式开幕。两岸同胞啊，从来都是一家人，我们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只要对台北市或是全台湾各地整体观光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商业的活络、消费刺激，我想我们都乐见。在台北市甲上海市府秘书长进行市政交流专题演讲了后，市长蒋万安则出来见证推测智慧医疗、小鸟型物种交流甲保育两项 MOU 签署，佮发表决议致辞，延续去年双城好两花好的主题，也应用今年的情势，提出两花互动的基础。蒋万安佮以民选市长的身份，公开对中国呼吁：和平之路尽管曲折，但值得我们负重前行。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多一点渔船灯火的点缀夕阳，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不过，强军也是持续交代，国防部早起发布到17早起6点的24点钟内，拢总查到10只强机，其中4台飞过海峡中线，也有7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江华酒店的门口透早原来有组织抗议，也有支持的团体互相伫对呛，也有独派人士穿维尼装，想要走入去会场抗议，引起动乱。花园一行人中昼伫军业饭店举行答谢宴，下晡上海访团嘛前往大巨蛋参访，搁伫尾仔坐飞机离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双城论坛结束了后，上海团下晡就去参观这台北的大巨蛋。体育局长表示讲，上海团讲这大巨蛋真现代化。另外，针对到这上海市副市长花园，讲要推广这上海居民来台湾旅游，旅业者是真期待。因那咱的陆委会和观光署是拢表示讲，欢迎中国游客来台湾的立场是无改变的。副市长对台北市什么最有印象？上海市副市长花园，敢若一手微微啊笑，媒体甲问什么，伊拢无回应。上海团下晡来大巨蛋参访，体育局透露讲，上海团感觉大巨蛋真无简单，因为参观披甲猫的牛皮、选手球、军警等。今天与会的所有的贵宾哈，对于我们这个台北大巨蛋都表达了非常的这个震撼哈，因为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体育馆，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他们来做参考。代表上海双城论坛第17起过，上海市副市长花园宣布要开放上海的团客来台湾旅游。听到这个消息，旅游业者拢真欢喜，非常的开心，业者也都准备好来接待我们大陆的旅客。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尽速的解除台湾就是旅行社赴大陆的禁团令，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两边的观光旅游可以朝正常的发展。针对上海民众组团来台湾佚佗，陆委会甲观光署拢讲真欢迎。观光署阁声明讲，台湾相关机关已经传好势啊，会看中国文旅部正式宣布开放的具体状况，随时来对应实施。有关恢复两岸旅游交流将持续依对等原则推动，会依实际的状况来做滚动检讨，以利相关政策符合全民及观光业最大的利益。陆委会用文字来回应讲，欢迎中国客来台湾的观光立场拢无改变，不过嘛质疑讲，进前是中国文旅部单方来规定讲，来台湾观光旅游敢若限定福建省的民众，即马上海市向阳跳入来，唔知谁讲会照遵守。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队伫世界棒球12强头一届摕到冠军。今仔日围攻董事长陈立碧含这文策院的董事长蔡家俊等贵宾，宣布要甲这摕冠军的过程拍出电影。除了这电影呢，纪录片也会做回翕，按算明年开始拍片。大家感觉会记，顶个月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头一届摕到世界冠军，即马这段奇妙的胜利过程，要拍做电影，上电影院咯。伫12月17，包括围攻董事长陈立碧、甲文策院董事长蔡家俊、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宣布要来拍电影《冠军之路》。目前有中信金、富邦金、甲台湾大哥大等几若间企业，拢有意愿要来支持拍国产片。另外，这届摕冠军的台湾队球员甲教练，嘛出现记者会来赞声。有计这出电影资金超过1亿，上紧明年起稿。未来我们在找团队拍摄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做一段非常缜密的田野调查，可能包含他们训练的情况，包含当天比赛的前1个礼拜或前1个月他们怎么备战的。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在电影呈现的时候的一些重点，甚至于我们可能还会推出纪录片，感人动人的小故事，酸甜苦辣，我们要从中筛选一下，把最好大家想知道的故事，然后借由电影的角度来呈现出来。不过导演甲演员要找谁，目前也唔知。对了电影的内容，台湾队的教练甲选手嘛有因家己的看法。真的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一面啊！冠宇在对多米尼加后援那2个出局，你看他打棒球到现在下球最快的一个速度啊！那他是用什么心情在那时候下球的？哦，这个就很重要。可以把我们的里面的精髓，然后把它就是在电影里面呈现出来，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故事。Kid 因为我跟他不错，然后他在镜头上面也是都蛮敢呈现出演技上面，他确实是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他也还蛮适合可以来演。目前有关电影冠军之路，会真有路来表达摕冠军过程的艰酸苦痛，希望予更加侪人明白野球，传达野球的精神甲力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台湾队，伫咧世界棒球12强头一届摕到冠军，这内面有一条歌叫做《台湾上勇》，有人讲这是代表着咱台湾人的心声，也代表着咱台湾人的愿望。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前一阵仔呢，就甲台湾上勇的村仔印出来。不过这是印出来呢，伫咧网络顶头引起真侪民众关心，特别是关心到台语文的民众，就大家伫遐讨论，希望这蔡其昌会长呢会当重新印一份正字版本的。蔡其昌是回应讲，伊是尊重原创歌曲的歌名，再用这歌名本地的字。咱的棒球摕到世界冠军，这条台湾上勇的歌嘛，真做团结的展现。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嘛，伫咧面册顶面宣布，伊要印台湾上勇的村仔送互大家，嘛引起无用台湾正字的讨论，认为应该写做台湾上勇才对。对此，蔡其昌嘛做出回应。台语文吼，我真支持，但是我无真内行。所以两边意见我拢真尊重。原曲的这个创作，这作家伊本身就是用这个上书这个上啦吼。其实台湾上勇这条歌是对中华职棒统一上勇改编来的。音乐出版社表示，10年前因咧创作的时，因唔知影台语有正字这个代志，才会使用因认为普遍大家拢会用的上这个字。当初会用那个上，只是在取那个谐音，因为对。标准的台语的写法，说实话，我们并不是那么样的理解。起码咱说这个台语用字吼，已经有10多年啦。写歌的人因已经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若要写台语，咱嘛是爱去写正确的字，像你用华语来写歌词，你嘛袂使乱写啊。台语嘛是同款。台语老师认为，对台湾上用正字讨论这个代志，会当看出来台湾人普遍是会晓听台语、讲台语，毋过会晓写台文字、知影台语有字的民众并无多。罗公成表示，每一种语言拢爱有文字，才会当算是语言。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来重视台文正字，安尼台语才会当正确的流传落去。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特别过年啊，看这条新闻进前呢，甲观众朋友分享一句好话，就是甲这动物有关系，就是狗来哺，鸟来起大厝。讲到这饲鸟的人吼，就爱特别注意哦，因为这几年来哦，这饲鸟的人是愈来愈多，鸟啊是直咧增加。农业部伫咧今仔日，也就是12月17正式有公告，对2025年开始，所有鸟啊拢爱办理宠物登记，有1年的时间定好春秋。这鸟啊的主人若准到2025
2022年还未去做登记呢，到时阵就依照动保法，甲你罚3000到15000块。古水的乌鸟甲主人鼻仔对鼻仔咧塞奶，介意饲鸟的人真多。猫仔除了个性温顺，也免亲像饲狗共款，需要逐工带出去散步。较早饲鸟无强制主人爱进行宠物登记，毋过农业部伫17正式公告，对2025年开始，猫仔拢爱进行宠物登记。毋过有民众烦恼注晶片，敢会害猫仔有生歹物仔的风险。兽医师表示，注晶片无这个风险。晶片本身它对生物呢没有妨碍性，也不会产生肿瘤的疑虑，因为它是0.8公分的那个小小的米粒状的玻璃材质，绝对不会产生过敏的现象。对，那现在民众疑虑的部分是在于打狂犬病的部分，因为打了狂犬病之后，有可能会得恶性的肿瘤。兽医师也强调，猫仔要进行宠物登记进前需要安晶片，这对猫仔健康有正面的帮助。农业部表示，有收集国际科学文献，厘清注晶片对猫咪无生歹物仔风险，也强调注晶片的好处真多。去访谈了一些业界跟畜主，他们也跟我们反映说，猫如果打晶片去做宠物登记的话，它遗失的时候比较容易找回。那我们认为现在整体的一个社会情境也比较有利于猫咪去做登记。根据农业部推估，2023年全国厝内饲鸟的数量大约131万只，加2021年87万只比起来是增加50%。农业部表示，猫仔强制办理宠物登记会有1年的缓冲期，到2022年开始，若是无办理登记，就依照动保法，互人罚3000到15000。记者中嘉义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新北市，搁再出现超过10件以上的严重违建，三重埔一间工厂毋若伫咧厝尾顶呢。大这违建是对这3楼打到5楼，厝主搁再违法建造14间的套房，一直到今年8月发生火灾，才获这消防局提报是违建。厝主无限期改善，落尾互强制拆除，今摆也要甲这厝主讨93万的工钱。新北三重埔一间工厂，之前互举报原底是合法的3层楼，厝主竟然伫楼尾顶加起到5楼，佮违法建造14间套房、15间浴间仔来出租。附近的居民表示，无出代志拢无准算，一出代志就歹收煞。应该是有违建，我来这边就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确切时间多久。我觉得拆除也比较心安一点，多少还是有差啦。对啊，进出也不会那么复杂。大家都会怕啊。顶楼加盖，他们一定要去政府申请嘛，你消防的那人过才可以啊。今年8月3楼因为烟蒂起火，最后消防局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顶楼竟然加盖到了5层楼，最后是提报违建。因为厝主无伫期限内改善，互拆除大队执行强制拆除，佮收费用93万。楼尾顶违法加起是全台湾拢有，毋过新北市府表示，伫人力、物力拢欠的情形之下，面对大量出现的违法建筑，其实各县市政府拢是靠民众检举的较济。从104年迄今，已拆除违建套雅房3000多件。全国目前仅有台北市和新北市订有违建拆除收费自治条例。除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外，同时也受到贺阻之下。拆除大队表示，新北这几年来已经真久无看到这种规模的违法建筑。消防专家是警告讲，亲像这种已经超过10间的，若是发生火灾，影响的就是真侪条人命。这不是个案，这以前就发生过。其实而且它还是不断的在重复发生。本来我们可能都是砖墙啦或水泥墙嘛，那隔间呢，它可能不会用这样子的材质。所以相对的，它就有可能在火灾的时候，它的蔓延速度啦，然后可能产生的烟热啦，那对人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除了呼吁厝主不应该违法加起，也个违法密集计经，专家也建议厝卡对楼尾顶加起的套房仔房，除了对逃生的路线爱了解，嘛当加装火灾警报器，火灾若发生的时，有更较侪时间会当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因为要征收中央喷水圆环，捌伫咧网络做问卷调查，民众就是讲这圆环要拆，为了要解决掉民众疑虑，建设处甲相关单位举办说明会，甲民众挂保证讲圆环袂拆，也针对着网络调查引起的误会，甲民众会实的。向民众来说明中央喷水圆环目前需要征收甲改善的所在。嘉义市政府建设处甲交通工务单位昨日暗时做伙举办说明会，向民众解说无要拆圆环，只是要来征收。我们绝对不会拆了圆环，
那当然，这个沟通的过程如果有让大家因为误解而担心的话，我来跟大家道歉。可是呢，我们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在这个点我们很有诚意，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沟通。今天是厘清了整个过程，哈，那很希望说，在后续的设计过程当中，市政府也能够用这样子，公听会或者是让民众有机会来参与表达意见的方式。参加说明会的民众表示，中央喷水圆环是家己市上主要的一个地标，因为网络顶的文件造成误解，会当透过说明会讲好清楚真好。但是说明会了后，也是希望市府会当重视民众的建议。伊会甲市民的意见做一个整理，做一个记录，然后呢，甲市民讲，咱因为有办这2场说明会了后，及市民互咱的建议，咱有采纳啥物，安尼开始有效果啦。感觉上重点的就是咱市民的心声，还有因的咱对这个圆环的期待，爱甲因处理好，袂使安尼草草1场2场的说明会就互伊 pass 过安尼。嘉义市政府表示，中央喷水圆环为启用到今已经56档，内底的电线、水管拢需要整修，嘛保证袂停圆环甲顶面的雕像，会等到2场说明会结束了后，参考市民的意见，才开始来进行工程初步的规划，希望让圆环的工程得到市民上大的共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鹿港的发展历史真长，这中华原文化资产协会伫咧年末呢，就举办用台语说鹿港街的活动，对这3项街行到灵山寺，介绍着这港口和地方的发展，而且上特别的就是用这鹿港腔来甲大家开讲。虽然冷风一阵一阵吹来，但是大家唔惊寒。组织伫鹿港龙山寺听导览，中华原文化资产学会举办用台语说鹿港街活动，为3项街行到龙山寺，要来了解港口参地方发展的牵连。因为3项街迄边较早嘛是坑山坡的，就是算坑木材的所在啦，所以这个所在其实甲鹿港规个像是贸易嘛好啦，还是港口啦，其实拢有真大的关系。龙山寺嘛，拄啊伫这咱港队遮。山啊，为迄落大陆入来的时阵，拄啊到这个港队所在，这搭才有迄落遐尼大的空地。鹿港因为港口贸易家业，早年有侪移民来遮生活，形成在地特殊的腔口。活动嘛特别用鹿港腔来开讲，了解地方历史。鹿港人讲话无相像，有一句话叫做讲，我甲家人放伫通开啊，行到半南爬说拍干鸟，大家说一直笑吼。翻译叫做讲，我把剪刀放在口袋，然后走到半路。它就掉了。阮希望过程内底拢是讲台语的情形，来感受一这鹿港风吼，鹿港的这特色。当透过鹿港腔来熟悉这个物件，会当啊，像咧更较挖进咱鹿港人安尼这个生活，感觉佫袂歹。主办单位表示，鹿港伫1784年到设港口，发展历史久长，伫地方留下侪珍贵的文化资产。这边特别伫年尾举办台语行大活动，希望用鹿港腔，互大家听上在地故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各地头拢有家己无同款的在地文化特色。新竹县的文化局邀请台语老师来分享各地头有啥物款的早顿，佮再透过绘本来介绍着无同款的民俗文化，这拢是满满的台湾味。早起咯，食番麦。番麦是无？无，三个番麦。用台语来讲出今日早顿食啥，有人讲番麦，有人讲卵饼。个人讲醋饭壳，来自台南的台语老师上故乡的特色早顿，分享台南人食啥。台南除了牛肉汤，阁有沙白鱼糜，然后果仁，阁有土土鱼鸡，然后阁有米糕，拢真有名。屏东是食肉粿，然后云林遐是食面线糊。哦，足趣味的啊，就知影讲台语的讲到阮的文化，食面啊，还是无共款的主题安尼。除了好食的早顿，老师佫利用绘本小解民俗活动，其中包括平溪天顶、台南芳仔炮、头城唱歌，这是台湾各地的文化特色。我已经60几岁啊，有足侪咱台湾的文化啊，甲迄个传统的民俗，我嘛拢唔知影，拢袂记一字安尼。亲像头城的唱歌，就是算是风俗的部分，然后阁有台南的放仔炮。然后可能阁有七娘妈，
就是做16岁的活动，足侪足好的文化为本。若是你会当用台语，也是用客话来讲，我感觉伊会更较有价值。新德县文化局指出，虽然讲新德县7成以上的人口拢是客家族群，不过因为科学园区关系，有不少外来人口会晓讲台语，配合多元社会，所以特别举办台语课程。针对大人的活动来分享我们的饮食文化再来是我们接着呢，我们还有跟到5个乡镇图书馆来办我们的台语主题书展，希望透过阅读，让大家可以更接触我们的台语。除了台语课程以外，还有台语志工训练计划，以及去学校内面讲台语故事，招大家做伙来学习，希望大家拢会当重视家己的母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教育部推出各中小数位共学的教学模式，高雄也有2间学校正做 XR 数位共学中心，利用现实甲虚拟结合的 XR 技术，和参与学校规划无同款的主题课程。那伫咧线顶无同间学校会当做伙来上课互动，和庄脚甲都市的学生囡仔，都会当享受到同款的教学资源。是要讨论为了减少地震灾害，那平常的学校跟家里。你觉得还有哪一些地方、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加强的？延明国中校长人就亲像徛伫个崩山现场上课，其实这是透过虚拟实景的技术，甲崩山现场的画面甲摄影棚做结合，正做 XR 数位共学的课程。这个防灾主题课由老师设计，透过摄影棚甲虚拟素材，正做互动的课程。除了教室内底学生，也有另外2间学校的囡仔，拢会当伫线顶做伙学习防灾知识。那就会有一种临场感，就是我们可以确切的感受到那灾害的现场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可以省去那种在那边想东想西的时间。透过科技的 VR 还有平板，来让学习更有趣，而且还可以学到一般课本学不到的知识。高雄市伫延明国中成立第2个共学中心的摄影棚，未来无论是偏乡也是都市的学校，拢会当参与共学计划，甲规划主题课程，甲其他的学校分享。运用科技将课本无法度展示的物件，互学生透过 VR 的目镜来看，囡仔拢讲真深刻，会当加深因学习的印象。以用咱不管哪上课的讨论，拢是甲你共一个班上的同学做伙讨论，上这是嘛是甲你共一个学校的同学做伙讨论。阮即嘛用即个课程的方式，你会当甲无共的学校的同学伫共一个时间做伙做讨论，甚至咱会当甲无共的经验分享给无共的学校。目前高雄市参与 XR 共学计划学校已经有10多间。校长表示，各间学校拢有无同款在地特色的课程，这款新的教学模式也通互学生囡仔了解家乡每一个所在。记者曲昭阳高雄报道。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1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提醒观众朋友，这天气要阁反冷啊，大领希望唔通伤呢。也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